还剩一个最恐怖的啊，最恐怖的哦，恐龙吗？不是，我觉得那恐龙看起来还好，那个熊猫看起来暴走熊猫 baby 啊，这么恐怖？好来，揭晓它的真面目。好来，你之前有想过养柴犬？柴犬，柴犬，哎呀，肚后有一匹哦，柴犬很可爱啊，对呀，对，对呀，等等一下。鼓手给柴犬，它好像睡着了。多带呀的恐龙来自侏罗纪公园的漫影啊！来，请恐龙揭晓一下。我们拿下来也是会吓死人的，来。哦，声音哦！参蒙泰铢牙，下一期的号码几号？你要勇犬老奶奶。哦，那个颜色呢？你要身體唔好就唔是犬。哦，身體唔好。身體唔好，唔是想要羅哥做的啦。三個龍啊，衝啊，心路開喲，我衝過嘅心數。老年打擂台，老年強下來。係各位鄉親朋友，今日係你共用特別計劃吼，有些冇共用嘅感覺。主題係乜嘅呢？主題係愛上嘅老人衝。愛上嘅老人衝。我想和你唱。哦，和你唱吧。和你唱。哎呦，我們今天奇怪，也不是7月半，為什麼現場請到了7位？有點陰森，有冇？唱到鬼了，都還你節目嘛？哎呦，喺影片你見冇嘢主題啦。有唱喺你吼，老年嘅出來嘅優秀嘅歌手啊，我老吼有7組蒙面嘅歌手嚟挑戰一下，然後佢就向下衝。哦，所以要7V 係萬人呢？你7V 嘅就唔低啊，你看，有人看得出來嗎？係來自那邊，來自地獄的啊？感覺是好像。就是有同種有不同種的啦，哈。哎呦，係那過嚟啲講放冇那裡。做得啦，做得啦，哈。哎呦，來，哎，先來看一下。看唔出來嘛？啥？真的看唔出來。正經看唔出來。來，這一位，這是什麼？呀，那個。係熊貓。你是什麼？係熊貓啊。熊貓哦。為什麼打個叉啊？我係暴走熊貓。暴走熊貓。會打你的熊貓。哎呦，而家聲音唔出來。你邊上咧，哦。哎呦，他都帶喺乜嘢？唔啲咧。人家帶得唔會煙係啊？唔會，見到清度吼。哎呦，都見面壓下天氣涼涼。來，哎呀 V 咪。呀 V 係。你係乜嘅意思啊？三太子嗎？我係利諾茶。然後三太子，李哪吒，那你沒有奇蹟一下，嘿，來。對我好好哦，係會做法咯。乜嘅？對我較好啲，係會做法咯。對佢較好啲誒。哦，佢要做法都做，哎呦，對，做法咯。對，挨到到那個誰丫頭來了，哎呦，對，嗓音邊都全部丫頭嘞，全部念唔出來嘞。好啦，反養7V啊，唐貢都係大師級嘅人物咯，大師級人物，哎呦，你看，全部都是大師，為了我們節目，按你犧牲都按你，對啊，做的好像要來理髮一樣，這種感覺，理髮都會待2兩，圍着就，後來按你就是有唱到按你節目當中優秀的歌手，TVB 就開始共下來合唱，有唱 TVB，係你的三音 T K 嘅名字。發聲！哎呀，歡迎發聲！羅哥好，你好，大家好，我係發聲。哇，你好像變帥了，怎麼回事？真的哦，有啦，這疫情有稍微減一點，還才有一些嘞。這個人紅了以後，就是氣爽嘛。哦，對，羅哥那時候講了，職業道德啊，職業道德啊，越來越比較好一點。對。好了，今天的任務啊，是有7位大師坐在那邊，看你要選哪一位。你覺得會不會有你想要合作的歌手？對，還是你的吉祥物是哪一個？你自己心裡有主意什麼人嗎？說不定他有來。
我新的主意他不会来。哦，马莎，黑马莎，你好奇耶，黑马莎。莎，没有啦，因为如果要选的话，我想要跟许富凯唱。好吧，可以选了。好了，那我选一下，我要想要选，来选一个最恐怖的啊，最恐怖的哦，恐龙吗？不是，我觉得那恐龙看起来还好，那个熊猫看起来暴走熊猫 baby 啊，那么恐怖，那么恐怖，欢迎熊猫来到我们中间。还有，这一出场就 rocker 的那个真的姿态有没有？哎，他的裤子跟我一样颜色哎。哦，正经哦，你们情侣装的意思。哎，请问这位熊猫，你是外送过来的，得道高僧，外送来的，这边打过来的熊猫。刚送完快递，这样过来。哎呦，正经哦，送完快递过来了。哎，到底这只熊猫是谁啊？黑马莎喏。哎呀，我们要不要抢几个面罩拿下来？好来，揭晓它的真面目。好来。一三哦，欢迎东的欣赏。不好意思，头发乱掉。我想帮你点播张学友的头发乱了，有些乱了。哎，人家也是偶像哎，把人家头发弄乱掉。哎呦，这样按呆的会淹嘛？我上水木啦，上水啊，上水木缺氧干嘛？唔缺氧，这个。因为看马斗没哈，看马斗的时间就会可以点点好像有的眼睛就自然闭起来就自然睡着了。我看着睇波水睇，啊！你看你一下就把老师吵醒，你就好好休息一下。对，可以吗？好。还有第一次跟华生合作吧？哎，第一次。替拜。哎呦，好，哎，那你还真会选，你选到东东老师，因为我比赛很常唱东老师的歌曲。真的哦，真的吗？哦，对，几乎都几乎都该唱过一轮了。爱讲出来了，讲出来，没你还有会闭上好吗？好。哎呦，那今天两位有没有想要合唱某个歌曲来呢？就会最经典的啊。哦，就会公主了。刚已破梗了，就这一首，真的。哎呦，我还真的。哎呀，不过团队，可见多经典。哎呀，哎呀，就听下来欣赏下哈。他各位爱用的做起来咧。甜蜜呀嘅感覺，何必只一百戀愛？心甘情願掉那種種不受處處，各種三眼色。一次唔敢想，一次唔敢講唱，本愛勇氣，本愛一早機會講出。對嘅感覺，愛講出來，愛講出來，看前方如意機場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愛講出來，愛講出來，比高山。過大海，確定係愛嘅最愛。Oh yeah！ 男人也會犯錯，有時沒責備誰會卡到。將愛原諒，一比愛強到長快，變到愛呀。一次唔敢想，一次唔敢講唱，本愛勇氣，本愛一早機會講出對嘅感覺。出來，看前方如意機場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愛講出來，愛講出來，比高山，跳過大海。
将我相信，爱袂拄也袂等。And if you feel lonely, I might be there for you。愛講出來，愛講出來，無論前方路有幾長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愛講出來，愛講出來，比高高山更高彩虹，確定你愛嘅注意愛。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愛講出來，愛講出來，比高高山更高彩虹，確定係愛嘅最愛。比高高山更高彩虹，確定係愛嘅最愛。经典歌曲，真的，精彩精彩！哎呦，罗哥好，罗哥，哎，真的，东东欣赏。刚刚已经问过好了，刚刚问过好了，没关系，礼多人不怪。那个习惯就一双，看到眼就先打招呼，礼多人不怪啊，真的，你是送外送到已经那么，送到外对，送到外退的，真的，哎，那有哪的？来，好，对，真的，哎呦，这个真的，哎，这首歌呢，哎，我刚看你跟他合唱的感觉，你觉得呢？你觉得你用白？其實佢本來都唱動火，關拳高手，整個給大家唱功都是做得嚟的，唔過唱搖滾，但是我家看那個表情唔美好喲，唔動爽，唔會啦，唔會啊，不會，他就是那個鴨子划水，很輕輕啊，很輕鬆、輕鬆嘅感覺。其實唱你歌，其實佢偏唱木當時有唱較搖滾嘅歌，哦，對，冇錯咧，其實。華生本身的音質然後可以再往外衝一點會更多。好，所以愛更出來，哎呀，你衝出去。所以愛更出來，就比較不好。就沒有不一樣，一個是內斂式的唱，哎呦，對，人家是很內斂的人，對，哪像你那麼外放。你 rocker 啊，一個是 rocker 的感覺，一個是抒情的感覺。哎，不過這個真的是，其實我們剛剛在台下，我們聽了以後，我們就來研究，東東老師的那個唱法跟你的感覺就不一樣，就冇馬共用，冇馬共用，就整個其實從搖滾一個概念開淺出個，你給嗓音後，開。噴得出去一點點，噴出去一點點。哦，就像你不能往外面說，要多噴，要多遠有多遠。那他知道很噴，他唱那個 funky 唱很多，那個也要噴。男人的那個本事要噴出去，展現出來。你不能按再用力一點。你揪久了以後，那個射腹線會有點。對，屁股要夾緊。好。為什麼一下話題直轉到射腹線了？關於健康教育。台上有3個男孩子，所以都有射腹線。將來小心一點。如果是像這樣唱這種搖滾的，如果有破音或者什麼那種感覺，是不是更有味道？有破音後，我們給我控制的，控制的好。愛更出來，壓少可以壓一點點，莫壓太多，就很好聽，就溫溫的哈，就會有味道。剛剛感覺這東東老師唱歌好輕鬆，其實用氣了，就也在那個黑了，真的，其實華生他基底很好，因為你用的氣還是足的，他只要口型稍微改變一下，他就出來了。要硬起來，再硬起來，硬起來，再用力一點。不是用力，是嘴巴要硬。哎，2位唱完了，對不對？我們這幾位這個。萬聖節來的這些朋友，通不演的好朋友啊，通不演。其實我講帶點動感褲呢，動感褲係，就會上水嘛，冇真是，你動到一點
一直点没有，其实不是在欣赏，是睡着了。对，睡着了。吉娜，你有没有想要点谁来奖品？那上会献给 V 嘛，抽的顺通了 V 啊，也还哈士奇吗？也还嘛该？哦，哈士奇这位他是吗？哦，黑色的那个，嘿，不是嘞。哦，对，三傻之一啊，三傻之一是不是？狗界三傻，哈士奇啊，阿拉斯加犬啊，还有萨摩耶啊，萨摩耶哦，有给我一堆底哦，对，三傻之一，来，那个黑色的那个，黑色哈士奇。我記得哈，20年前嘅啲嘅。台下就唐东东老师唱歌诶，20年前就唐东东先生唱歌诶，冇吧？出土應該有嘅吧？2人5年人6年，19年，19年聽啊！哎呀，太舊啦，剛才彎路啦。45路也差不多。一定要澄清。因為老師出客家歌曲以前。60公演嘅拍譜唱歌哦，駐唱嘅時節有唐歌人唱歌嘅，哦，真的要欣賞可能當送嚟哦。哎呦，按用清橋嘅粉絲咯，忙做客家歌曲都幾多啲。哎呦，啲拍譜唱嘅時節幾多啲嘅。係啊，哦，他搞不好在台下都偷學你很多東西。故說我做演做開成功一點。你要留下把柄。而且東東老師有得過全國嘅樂團冠軍。哎呦，這件事情哦，團冠軍，你怎麼知道的呢？所以東東老師我感覺佢唱歌有一隻當中因為就是很有生命力。哎呀，生命力，難怪我主持客台第一個節目叫《衝出生命力》，叫生命力哈，為你個人打造，就是客台長官看到你唱歌的那種生命力、活力，那種感覺，用命唱歌的呢？對，誰不是用生命在唱歌的？對吼，對啊，但是這樣的這評語非常非常的爽，非常太棒了，太棒了，華生哈，不是一般人哦，所以說華生在我們節目出來，這個進步很多，但還有不然你的聲音還要跟東東老師學，有一個很重要的，除了唱歌經驗以外，就是唱歌的時候要非常有自然的生命力跟律動。自然的生命力。那我覺得今天你跟東東老師一起合唱這首歌非常好。謝謝啊，謝謝老師的獎，哎，很厲害，係啊，真的，真的，係啊。點解特別都拍有個必須要拿個冠軍呢？就之前啊，冇多少。是，因為那嗰隻發通只有《民生報》有報而已啊。哎呦，那麼不注重啊？《民生報》已經現在沒有了，現在沒有了，貼不懂風。它就是聯合報系統。我只想裝小，我知道。王笑蘭。用時嘅必須都統一發票。給樂團比賽記得統一發票，不是愛國獎券哦，東東沒統一發票，愛國獎券可以用時尚那是給網站，是我那個年代愛國獎券。哦，故事連這個獎都知道的不多了。哎呦，真的。這年老你聽說過？對，因為第一次比賽都新公園嘛，新公園比賽。哦，新公園。228。對，那個舞台嘅比賽。哦，亞邊228公園。228公園，錯。可東東老師，你有得過金曲獎嗎？有啊，在2006哦，第16屆了，第16屆的遠方的無聲有，對啊，你知道哦，我知道，有，我唱過很多老師的歌，哎，幾乎專輯都唱完了，真的假的啦？那你還想找許富凱？原來寫許富凱，有啊，我的偶像的時候就東東老師啊，哦，客家的偶像是東東老師，對啊，台語的偶像是許富凱，那所以你把翁立友跟羅時豐擺在哪裡？我找年紀比較相近的，其他是大神。是，這真的要教一下，人家都已經講羅時豐出來了，你居然還跳過，馬上都不講。我剛剛沒有聽到，有啦，我都以行動來話鋒一轉，當然是大牛哥的我，一個是我的偶像，他是放在心裡尊敬。是，今天難得邀請到東東老師的節目，不能讓他衝完一條歌，哪有一首歌就放他走的，對不對？再用生命來唱一首歌，好不好？好，唱藝術歌，藝術歌很多客家歌手。哎呀，講這個啦，
客家歌手，这个歌名下个客家的心路历程。这歌名好像很多了啊，对啊，有吗？客家舞台，有，但是唔講無人唱歌客家歌手啊，無人啊，冇啦，然後歌手有關係的故事，唱冇呢？哎呦，哇，那一定又會造成轟動的一首歌。希望到時啊條歌啲人啲節目當到沉水炸嚟唱下條歌。好不好？好，首播哦，全球首播啲人呢，鬧捏大擂台哦，唔錯。哎呀，首唱的歌曲客家歌手。我是客家歌手，我唱客家歌，我向世界有更多的夢想，相信上網從人潮沒落，前進係藝術勇往直前行的歌，我的超人係我的座右銘，衝動斑斕燦爛愛上帝，我的超人三不二時也會磨練，我是客家歌手。但唱唱客家歌，可能我英文只愛黑歌，愛泰國杜拜唱，愛唱到紐約哭，也曾到雪梨唱澳洲國歌。這裡客家歌手做得從能歌誒，身上愛扮遊戲嘅，愛唱啊愛唱啊，一浪一車。愛唱啊愛唱啊，春夏秋冬，從頭從哪愛叫了木子走了愛笑了，只給我一生一馬衝衝衝手。七家將一樣的地圖計算你行無比，看得那把夜落雨，你的青春係魔法飛走的路，愛的人生就係一場旅行，上百位交通堵塞寥寥的半夜吃住天空漫遊流火，特定嘅愛春晚紅下架高，愛唱啊愛唱啊。一浪一車，愛唱啊愛唱啊，春夏秋冬，從頭從哪愛叫咯木子走了愛笑咯，準備我一生一馬衝衝衝手，愛唱啊愛唱啊，一浪一車。愛唱啊愛唱啊，春夏秋冬，從天空衝到藍牙，從西雅圖衝到別那說，就給我กับ技術衝衝衝下雨，就給我กับ技術衝衝衝下雨。哎呦真的 TV 就很厲害了，你看。嘎糖都會東老師，你的這一首客家歌手真好聽誒，好聽啊，客家歌手，你啱唱嘅歌也冇簡單，後堂。客家好像這種曲風目前沒有哦。嘿，也就是現在比較流行的，在關快個流行，一種半說半唱，半說半唱嘅一個方式，還有 lay back，過一個 rhyme 嘛，有一個押韻的韻腳嘅 V 拖嘅感覺。客家確實蘑菇說話就像一聲音就衝下100客家，一聲音就做100客家歌手聽聽嘛哈。我們要突破一下客家嘅瓶頸。真係像菇說，也6年來就很悲慘，一聲音就做客家歌手嘛哈。這輩子就是以客家歌手為榮，對目標。衝出你嘅心上。菇說話，咱們用
唱客家嘅客家歌嘅过程里下安尼歌嘅曲风不还行的喂。哇，有一种故事性的地方读。是，这首歌好听啊，但是你说如果一般人、一般歌手、挑战者想要驾驭这首歌，可能罗哥懂，不看需要一点点时间去磨，因为唱安尼嘅 layback， 唱嘅有些 rap 的东西，没懂容易要习惯啦。对，有口气，要口气，对。希望到时候俺的参赛者，挑战啊，勇于尝试也都够。听说过，好不好？这首歌应该也会变成客家的经典的歌曲。上的各位青董引线冲啊，真的，他粉丝很多，但清 Q 嘞。对，这是太棒了，谢谢。哎呦，带来这么好听的歌，真的好。来，那接着下一位选手啊，也想欢迎。下一位係 Andy 嘅喜米勇，米勇姐。哎呦，喜气洋洋。是，哎呀，喜米勇，两位主持人，还有电视前的观众，大家好。米勇姐，你好。这个会不会落差太多了哈？刚刚一个这么有气质的歌手啊，那个你很马该意思，比较现代化的一个歌手哈，然后突然第二趴就转换成，你的节目就很凶多啊，哎呀，穿插就是流行传统，流行。传统，咁咪冇一天啊，有变化，叫高潮。米勇姐咩唔地會成車都馬晒，搞不好他等一下了，衝出來，冇唱歌咧，還有咩啥其他啥，說不定是粵啊，咩青南講啊。係哦，米勇姐有嘛個自家上嘅合唱嘅對象？有嘛？我以前是想為留秋夏先生唱，不過一直還蠻有機會。秋夏先生哦，你秋夏先生。嘛，你也是從小就喜歡他。從細啊。打從娘胎，我冇看過哦，冇看過。我是打從娘胎就聽啊，對，羅媽媽好唐秋夏先生唱歌。對，然後就因為我條歌唔是夾過客家歌啊，我外省人啊，慢慢將接橋呢，所以你輕期望之團李秋夏先生合唱。哎呀，但是李秋夏先生今年流來嘛，對呀，也係講自家時代下要上嘅現場，那意思啊？恐龍對我講有一點殺傷力哈，突然間哈，我應該好好嘅演嘅哈。跟你知道那邊佢突然下，真突然下叫嘅哈，係啊，你先叫嘅哈，先叫，也你先嘛。唔過我有看到嘅。鹹蛋超人，鹹蛋超人，可能會比他強。哦，你也蠻三心二意的，米勇。很多大家選嘛啥？對。鹹蛋你就把那個鹹蛋超人，你就把那個內褲有沒有？把它穿在頭上。那是瘋狂假面。瘋狂假面。鹹蛋丟招，鹹蛋招你睇哎呦，他有感覺上。你有感覺？哎呦，他有在吸引你。心電感應。有啊，有就搶你嘅。行亂超人嗰啲聲音哦，好有架勢的出來的，看得懂嗎？哎，兩批行亂。正面看到像行亂超人，我側面看到有點像公雞，有沒有？公雞啊，有點像雞啊。哎呦，配合動作，是，很活潑。請問一下，這位老師你好。大家好。先生好。哎呀，哎呦，糖唔出嚟邊上，也邊上糖冇嘛？吃講哪有可以哈，都打。來，我們請欣賞自己揭曉，把面具拿下來。哎呦，欣賞好，來，讓你先拿，對，呀，你都去幹哪？你親戚分了哈。這我們客家界的大師啊，大老師，哎呦，光那個。客家歌的創作能量這多少啊？你看，創作歌曲這個數量，大概是目前來講無與倫比了，沒有人跟你比了哈，沒人假你。我喺你面前呢，哈，按多嘅前批啊，從五聲之餘還冇按多啦，但是呢，涂敏恒哈，老嘅林庭君啊，
林子渊啊，林子渊哦，佢本名林庭娟咪，係叫到歌嘅好也非常好，我都後尾不是叫楊勇，都繼續下的，繼續下的。但目前來講，應該客家老師著作量深最高最多的，應該就是我們林展毅老師。唔敢樣講，佢是講有出版的啦。是，你看，為了我們客家付出多少，貢獻多少。你今年選對人了，選對人了。對呀，還是覺得要換人。那我面具再給他。你不是想要找李秋霞老師？計劃欣賞。你係咁做對吧？你本來選母的，要選到一個公的呢？按楊波，我會對唔起林老師。沒有，佢好深嘛，你啊。含亂炒公司啊，炒苦瓜，對啦，鹹蛋好是鹹蛋啊，第2片。鹹蛋苦瓜，哦，那到底有多苦啦？哈，幫他去點。對，哎，今日利用我哋帶了一條後堂嘅歌曲，我們來彈看下，來。要做歌，面上是迄個林展毅老師，然後李秋霞先生對唱誒。今日阮對相唱，徐美榮老師人又講，確實又講又很有想，身材又好，所以展毅老師安排你就好做對親筆對唱，李秋霞先生以後退休嘞。來神歌聲誒，聲音嘹亮又好聽誒，唔知哪家將阿妹誒，只唱神歌不見人誒。就好哩啦，哎你三個太甜啦。對唱了嘅山那個啊，來結了了緣啊。
山歌组曲。嘿啊，你看跟米永这样，嘴里说不要，身体很老实，冲的有冇？不要，身体也是不要。嘿啊，有冇？然后在伊身上冲个干工。哎，感觉是讲吼，哎，这条歌的哈，是安东演来啦哈。可以讲我30年了哦。那30年歌呢，许多安尼乡亲啊，就哈用个流行歌的方式来改编带通哈，所以变咯很多人接受。对。都对了呢，山歌哈，艺术歌的地位也有流行歌嘅態度曲風，有氣氛哈。也有嘅安尼嘅傳統歌嘅平板要帶落去山歌字哈，嗰都跪下都爆起來。嗰啲變化性都冇咁樣。嗰係前面係簽台嘢嘛，兩係對唱嘅啊，個風羅發色可能要感覺，係好上島嘅呢。係啊，冇人用啊，師母係啲下波呀，師母啊。哎呀，師母唔係師母關西。係啊，關西嚟。冇啦，個舞台上空嗰個唱歌本來都要感覺。當然啦。個對唱嘅要嗰種感情。冇感情嘅唱嘅，係公然咧都冇感覺。開始個湯咧冇感覺。將你安裝嘢哈，講你安尼政府地位哈，推展你客家文化哈，然後咧電視台咧哈，帶動我全世咧安尼客家朋友哈，真係，佢尤其哈。講客講無聽，也下無聲嘅，也下聲已經飛脱咧。對啊，跟這個當我堂記啊，個小腔那個。節目哈，盲查到是社會，哈滾咧。有啊，你有一些 TPV 你做很啲嘛，一直 Q 咱伊先生，伊邊先生講佢有糖。你是怎樣？是懷念？冇，我覺得咩啥先生，有冇啦？開玩笑，老先生開玩笑。對，那跟老師合唱有什麼感覺？我第一擺老先生合作，唔過我感覺幾個人真好夾，好夾啦，哦，你冇得鹹菜芡嘅啦，哦。對炒呢小蟹嘛，鹹菜啊，咁樣嘅鹹菜芡，就是百搭的啦，係啊，哦，夾你冇得夾嗰人咧，即係俾人哋夾下嚟。今日夾嗰冚唪係有機會，夾落去啊，係哦，唔過哦，一夾嘢好啦，唔過你嘅你也順風嘅啊，青島嘅。你有想要搶哪一邊人公平一下嗎？嚟的，你想哪一邊人公平？你講最鬧嘅呀，係啊，真強嘅呀，真強嘅對唱嘅，恐龍嘅，恐龍啊，恐龍咩啊？還是恐龍歌啊？恐龍歌啊？上音唐藝來唱恐龍蛋啊？那隻恐龍可以講話了啊！恐龍有衰退冇？恐龍？家下糖豆用辦啊？係。強會衰退咧。強衰退。鹹的呢，悶着，不是很舒服。對，那個鹹蛋超人從那個隔壁佢講強會變出風浪。我會變出風浪，出風浪，跟唔會變嘛嘅。林展義老師啦，徐美榮小姐，對唱了山歌音源，那首歌平常時係佢林展義老師啦，李秋霞先生對唱嘅。今日阮對象唱，看林展義老師看到那個徐美榮老師按講又按亂唱，伊咁既然咁批評講今日下後生，唔講做你嘅屁哦。唱得非常嘅好，阮對象唱嘅好，林展義老師唱得極有關呢。哎呦，真的呀！徐美榮老師人又講，確實又講又後生，身材又好，所以展義老師喊擺你就好做嚟前期對唱，李秋霞先生以後退休咧。兩位恐龍講起來有些酸的味道，酸味哦。係啊，出色多嘅。亂啊！前面唱嘅兩個亂係打爛鐵啦，恐龍蛋啊，我都夠亂嘛。完蛋啦！完蛋夠啦，知唔知啊？哎呀，真的個兩位批下面同好。係啊，希望啊！希望啲，要拍台嘛，老人家咯，本來好難水幹到，好生意，希望以後啊，哎呦這幾好呀，好咩？希望以後多啲人啲節目當中看到兩位合唱啊，好冇？好啊，係啊，好，安子姐啊，好嘛，多謝呢，謝謝啦，啊，謝謝兩位啦，安子姐，謝謝，好，來兩位回座。嚟，請回座。咁
刚刚细民勇冲的嘞啊！我们接着下来欢迎下一位选手。欢迎韩一毕业选手。好嘞，欢迎来到舞台当中。哦哟，你的高票陈婷婷，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婷婷。哇，哇，这个也是大炮型的哎呀，看到婷婷了就抵油后堂哎。谢谢啦，光他唱出来就吓死人。对呀，谢谢。对，你今天有喜欢的面具吗？对，已经2位被挑掉了。对呀，还是你就是想要那2位？你之前有想过养柴犬？柴犬，哎呀，肚后有一匹哦，很可爱啊。对，对呀，等等一下。鼓手给柴犬，他好像睡着了，没有什么反应。鼓手，你在现柴犬不出来啊？我觉得，我跟他比较有缘吧。哦，真的哈，那我们就要请柴犬。你如果真的有养宠物的时候，你会想到要养柴犬？我之前有想过，可是后来因为我是领养，然后我遇到另外一只捷克罗素梗犬，我就养了，就没有机会养到柴犬，因为养一只就已经很占我的时间。也是要遛狗干嘛？养多久了？3年多了。3年多了。对，咬过我2、3次，我还进过医院，撕裂伤，很熬你哦，因为他有点心理。他容易紧张，他容易以为你要对他干嘛，然后他就防卫，所以才会被送走。因为后来他们家里结婚了，有小朋友 baby， 这样很危险，对，所以才送走。可能之前有被吓过，结果你接养下来，换咬你就对了。我可能就是跟他熟了，我自己没有注意。有时候我们人类，你知道，小动物其实有时候看我们一点动作，它好像很大，它看我们以为动作很大是要干嘛，可是其实我们是正常，它会容易吓到。那你养臭狗了啦？就是在养那种，对，哈士奇那一种，那个傻傻的狗。那哈士奇很大只，要有很大的空间给它活动。你去给我们养宠物也要考虑一下自己的环境。是。我们先来假想一下，养一下柴犬。好，来，欢迎柴犬来到舞台当中。柴犬来到舞台当中，哎呦，真的神奇哦！头发蛮长的。这只母狗，柴犬小姐你好。你好，太搞。这只母狗到底是谁呢？你本身自己有养狗吗？冇。头发有，以前有养过。哦，还是有养小狼狗。黄金猎犬。按过就冇缘分了。冇缘分。好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柴犬，到底是哪一位老师？对，请揭晓。哎呦，你的师弟欣赏老师好。他要不要平平的，太缺氧了，太缺氧了。对呀，个简单的，开玩笑。一个大炮型的歌手，跟我们这个创作才女哈，2个可以擦出什么火花？带来一首好听的歌，好，唱下来看看啦。陪我拜六嘅合作，其實係咪當緊張？我緊張啊！我驚咯，因為他比較生動，那個很高亢，應該說很高亢。你要上，冇輸佢咧。真嘅咯。對啊，因為年紀大嘅聲音他大。水冷彩缤纷，来看出也有马盖，好欢喜个，看见爱的付出，你在。
送来的思念，含泪强凉凉伫下袂离袂。2、3年的时间，用眼目强用的眼睛，切把我改心的，很很相处，你空的世界里。水的吞茶，讲爱感动在心，可能过了几年，已曾不共都爱的破，都是残酷。一生应该放。是个空间，一条送来的思念，强凉凉伫下袂离袂，2、3年的时间，用眼目强凉的眼睛，切放风爱心的，想着不可能世界去的。哇，这两个人天衣无缝真的合唱，然后你的声线真的声线又懂。很合，懂 match， 对啊，感覺很好。頭一擺攞佢合作，其實係咪懂緊張？我緊張我應該驚咯。因為大家上東盤啊，那個很高亢，應該說很高亢。你要上唔好輸佢咧，真嘅咯。對啊，因為年紀太上演較。真嘅，他大。哎，那也講真嘅，真的。羅哥，兩面是開發了。婷婷跟老師合唱。其實我會很緊張，因為我一直以來都覺得老師的曲風都是很清新、文青風。哎呦，老師很多變。我怕我自己，因為我就是比較走重口味一點的。是不是？老師也可以清純，然後也怕我駕馭不好。大炮。真嘅衝動好，真嘅。龍希芬給他上，一次還是龍希芬。唔過就有上次就冇見馬基飛有按你合作嘅機會。啊，頭一拜嗎？頭一拜第一次，所以我們互相圓夢嘛。算互相圓夢第一次，因為。這樣的機會，其實我也蠻期待，因為他的聲音就是這麼清亮，哎呀，那種感覺真的很好。老師聲音也很棒，這個組合應該我們特別企劃方面哈，演充飛以後可以多可以找演充飛嘅方式，都得哈，多搭配一下，真的好聽，好好聽啊，真的。就麻煩單位啦。期待，我期待。來，兩位有沒有想要獻那一位來啊？呢建議公平啊的嘿，來建議哦，來，好，哈士奇好像士奇很帥。哦，哈士奇剛剛講過了，你還要給他講嗎？你還要給他講是不是？是，很喜歡他的聲音。可愛的嗎？好，我講貓貓好了。貓貓，哎呦，貓貓，你覺得？好啊，好啊，我也是想養貓。一起學貓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哎呦，貓貓老師。跳下講嘅啊，你感覺啲兩沙唱下唱嘅世界，那個橡皮下度動河，佢哋嘅上吼，其實講起來，兩沙有那個噴吐，就是他們聲音都是有厚度的，厚度的，對，好，跟身材一樣都有厚度。婷婷嘅上又下個再亮一點。所以，當他們唱和聲的時候，就會覺得很好聽。然後，兩沙將嘅細妹從那個13年嘅封建啊，就本人感覺到就細妹哦，
封建地主啊，常常会自己会做一些事情嘛，就是整理衣服啊，或是干嘛的。我觉得就是有那种老了解性情闯出来，更好看。一个人在房间只有收衣服而已吗？还会折衣服啊，做的周清都事情啊，手动都事情啊，想做嘛就做得了。是啊，真的搭配的天衣无缝啊。是啊，谢谢猫咪老师，谢谢海陆猫咪，谢谢海陆猫咪，会溜孔哎，对，没味，真给，会溜孔再加上一点变声器，好可爱哦。对，请等一下嗓音。刚刚二声部是婷，合音好厉害，我好佩服合音哦。伊比亚托那迪卡啦，第一个音乐底部他是用讲话的，所以他用光发仿声去搭的，结果我们婷帮我换了一个方向，我觉得蛮好。这首歌也是老师的创作嘛？亚叔哥那个去下，T 总算是你是常常一个人在房间呢？没有啦，没有啦，一个人在房间，这样你一个人在房间不行，这样赖老师会骂我，没有？我要骂你，没有，一个人在房间关起来干什么？都不约我进去啊？没有，是他一个人在房间，我每次都在做我的事。对，好了，谢谢两位，谢谢，希望这个组合以后可以常在我们节目上出现。我觉得一定要听秋爱后堂，太棒了，谢谢婷，谢谢。好了，谢谢两位，谢谢安先生来合作休息。好来，哎呀，合音真不简单啊，好厉害哦！第二的节目当中，真的就做在糖豆懂得后堂的歌曲，不管流行的也好，传统的也好，哇，真的太棒了。好来，沙下来呀，就是分享汉语微线书，分享给出错，哎呦，恐龙哥啊，用诶，也差几节根本冇来，冇，歌好，听下去吧。你怎么走路这么开啊？没有，因为有什么障碍？是不是？你是有去割什么的？割一下。行路很快哎，对，不是我刚刚才。一样有行出轮的啊，对啊。哦，捞多的对。没有。叫我大哥。不敢。是你这打我的脸嘛？我刚刚才说，在我们节目当中哈，这个糖豆懂得后堂的歌曲。懂得对啊。林冠群有上是咩清理会咧？啊，冇想到佢有上是有创到清好。哎呦，也拿到98分，对啊，多使人致敬的分数啊。哎呀，因为我媲美该金曲奖啊，我某一比听啊，哦，凊彩比就矮该很批乱事。动作很厉害嘛，该啊，随便做的拿到那原简单。不，你真的你按那节目比赛时间，跟真的落差真的怎么都会大的，高到天堂，下到地狱都有。对，真的一直在那边洗那个冷热水，三温暖，南天门跟18层差这么远。好，来，选一位选成嘛啥？哦，因为选 CB 的，因为俺个绰号啊，很多恐龙偶像。恐龙偶像，不是恐龙哥而已吗？已经变偶像了，是不是？音量风茶都有。哦，恐龙偶像有。因为古时候呢，爱选个恐龙好嘞。恐龙啊，选恐龙。个吉拉呀，恐龙。哎呀，来欢迎一点恐龙。哎，你从等清久了，你吗？哎，声音哦。哎呦，感觉很可爱呢。哎呀。啊？哎呦，好像那个媒人婆的出场方式。真的。媒人婆。对。哎，哦。哎呀，恐龙，要被欣赏的是哪一位啊？恐龙岛，它来自侏罗纪公园。好，新店影像。你唱流行歌曲的呀？安尼传统的。传统哦。传统较多呀，流行歌曲较多。传统。啊，但是安尼问题。林冠群在唱传统的吗？他唱流行的呢，人家写到一传统的。我拢会啊，你都会啊？国风呢？你讲给金曲这种等级的呢，难得倒他吗？你要講啊，其實我去參加金曲獎，夢到阿峰什麼機？我就輪到你啦，那倆意思。哎呦，要多帶那恐龍來自侏羅紀公園的滿影啊！來，請恐龍揭曉一下。我們拿下來也是會嚇死人的，來，嘿，吞拿。做得嘛。哦，喂，聲音哦，唔做埋冇上一看了。
哎呦，乱讲哦！哎啊！苗哎！哎呦！哎呦，因为按电影像个恐龙啊！有啊有啊！哎呦，我家本来梦想我伫哪去了？第一件嘛啥嘞嘛？我看到家害我就抵嘞。真的。哎呦！那个抽后灯来了在。恐龙吼，了又退伍，所以把青块。我讲张毅老师要变出风乱。哎，有的会欣赏，真的都亮在梦主做退伍一点点。哎呀，辛苦辛苦。对，那都会掉。啦，开发做得啦，因为我个退伍去做得退伍啊。这批不很他胎啦。因为我年纪较胎。讲唔发见呐。那个身体年纪他有个看落寞，真的对呀，哎呀。对，做得不看你年纪哦，好身份，我一家身份。对，哎呀，因为看到嘿。关拳都带了嘛个歌曲啊哈，传统的吗？关拳嘅创嘛个？我拢做的啦，买讲眼都做的。哎呦，阿出皮，我按嘅啦，我建议上来先哈，我靠你哈。哦，我哋创诶呢客家小调对唱嘅传统歌曲。哦，那鼓手肯定。苗伟，肯定。哇，眼妹呢？唔会啊，还有真的真有鼓手啊！帆船啊！帆船哦！哎呦，帆船哦！你没讲你马个都会没？哦，好，来，快下。你做什么人家一讲？对啊。东窗讲。你会包养我吗？两一同下，踏出自家门，故事的喜欢可。身着八福，数啊数落去。风笑海也就人哟，马人来看身。爱黑姑娘啊，小小冰凉，风光有三春啊。两小好好，东边看一看，西边看一看，看见公子梦爱在何方？说真言也无妨，公子马放走。爱黑姑娘啊，小小冰凉。姑娘一家人爱得哟哟得哟。
亚斌，你是八家将出身的，是不是？对呀，你养神呀。哎呀，你叫八家将样出来。那一位阿姑，那一位阿嫂啊。你搞不清楚，搞不清楚嘞啊！我叫阿嫂，你做阿公还做阿嫂？阿哥呀，阿嫂哈，阿哥阿嫂。啊好，问题那要位阿姑啊，今天那养神啊，面发乱疯，养那只可爱神，可爱神哦，要等一下个神，恐龙面具拔起来，哇！啊鸟尾，啊鸟尾，你做什么人家一讲，有哦，东窗讲有你会包养我吗？阿姨，你不想努力了是不是？你找阿姨啊？小马可能要包养你。哎呦，可以哦，对对。小马州的哈。给亲有钱哦，给亲有钱嘛哦，给亲有钱。哎呀，小马床在讲给亲有钱。对对对，你跟老师合唱的感想。对呀，对呀。听懂你讲哦，然后手下欣赏合唱，迄一只压力，干妹，干妹。不过爱哦，係啊，不過愛感覺吼，手下哦，迄一只手下咧，你娘嘛手下，你要老母呀手下，迄愛個妹妹嘅感覺。哎呦，我說呢，就愛吐一隻手下妹妹哦，衝過嘅哦，安樣輕輕鬆鬆，青出於藍勝於藍。哎呦，其實你吐嘅就錯咧。係啊，愛吐。係啦係啦，好有自信。佢冇參加啲，佢參加兩啥說嘛，該金正經嘅。哎呀，真的真的，對對。感謝承讓。冠軍哈，而家你兩兩嘢多啲朋友，誒，正經比賽出來非常得力的歌手哈，佢輕微搞笑，尤其他面當的兩答案風哦，那對很像。哎，我冇想到佢創業中安尼小跳嘅歌都要做得，做得。哎呦，係啊，你是金曲等級的嘛，當然厲害，真的流行歌也可以，這種歌也可以，真的就難不倒我啊，難不倒你哦，真的很臭屁啊，真的。他現在偶像粉絲多了，共發就傻批了。你是恐龍家族啊，恐龍偶像啊，粉絲很多，因為嗰個那個阿鳳哥啦，金娜啦，冇客群冇共用，不要想那麼多，好這樣子，你想太多。像戰衣欣賞的講一下，韓國都想去寫哇！哎呦，啊，這麼好笑！唱啊牛姑嘅咯，原來有批到嘅出場面嘛？有嘛？有嗎？我批到怎麼香水面？都有一些些咧。哦，你噴一朵香水啊！你放心，我冇錢好買，我冇種小馬有錢好買香水，我從來唔是噴過香水。真的啊？當然冇啊！自然體香啊，私眼就有兩種地方。從來唔是噴。我那個香水面有一個落眼面啊。狗毛面。演到硬愛聲啊，真是啊，露眼面啊！見面就兩位嗬，先見到當搭皮啊，搭皮嗬，當搭對啊嗬，當夾索，唔但將夾索嗬，嗰個呢將冠軍嗬，台灣語講叫拔牙出筍啊，有得會見面啦，但是嗬，即講我哋度我老東東講嘅，哦，硬硬出出嚟嗬，老泰國嚟嘅嘛，從人妖啦，有得比得咯，泰國人妖喊他講好嘛，確實嗬，聽話講嘅叫那我啷個保養嘛。所以你知道冠權再去泰國發展咗時候，會發財哦，發展要發財哦，係。將財神福神好運來供養。對。你不管那些啦，什麼都做得啦。真的，他有這個實力，做得非常好。冠權呢，佢自己本身表現嘅嗰種嘅嚇，佢講一樣嘅老節目容易嚇，但是技術纖維一上，老潮下呢用啥嚇一搭對啦。對，夾索。搭幾啊什嘢嚟啊？係啊，係搭嘅按多人係都冇流到啊。你幾多嘛？聽你聽人眼就係。對，非常好嚇。對，真。節目嗬加分啊！冠權咩對人哋節目唔講，特別貢獻精彩，貢獻。扮醜搞笑，佢會動作想法，動作創意。他是偶像呢。是啊，真的很棒。你的節目馬該都累了，本色出演。哎呀，犧牲動態啦。好了，謝謝兩位啦。什麼？還有下一位啦。哦，當然咯，還有3位，快啊，分享下一位 Andy 嘅線數。好來，歡迎來到我哋舞台當中。哎呦，SPA 女神，Gaki 哈。
按摩女郎，按摩女神，女神。哎呦，今天穿的很休闲哦。还有嗓音嘛？真的哈，还有嗓哈。很可爱。你自己讲，自己讲，自己讲也是可以。然后看得出来，因为有点那种夹坏掉的感觉。对啊，因为我们只能看到你的头顶，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办法平面，要这么远，张口那头，哎，有点影响。哎，谢谢。来，你要选择哪一位？纯三 V 的，你要选陈玛莎。我喜欢猫咪。喵哎，猫咪。我们家也有养猫。我们家有养猫，也有很多野猫会来敲门。哦，会去真的。对，罐这样。哦，你平常会出去外面那个喂养那些野猫吗？对，也会啊，很有爱心，那么有爱心。就他们就有缘分吧。而且他们都会一只来，然后就会回去叫全家一起来。它会吃好豆香。对，然后就越来越多。真的呀。我跟你讲，猫来福，真的。来，欢迎猫咪来到我们舞台中间。我们的海陆猫咪会溜孔的妹妹啊，声音有。哎，为什么前面要露出纤纤玉腿？哦，哎呦，摩俩裙摆摇摇太长了啦。对。哎，来站着，请站着。对。哎，声音哦。请问一下，亚比猫咪，你是来自哪里？来自台北新北市。好，破梯缝。新北市大部分唱的歌曲是传统的呀，是流行的。有就全部有啊。全部有传统的，没有其他写的歌哦，还是创作才女哦。佢讲海陆的，海陆强的，海陆的线上有满音呢。有安度满音，罗英先生啊，罗英先生，哦，咩海陆的啊？当然看，英先生他的特征比较明显哦，真的，特征，也可能会，对，创作才女，拔下他面罩就知道。来，我们请揭晓，来，我帮你。哦，拿起来哦，哦，声音，哦，英先生好。大家好，来，那我帮你拿这个。对，还是你想等一下带着唱？哎呦，皮斯老师，是，安给我看到。今天没跟用 T 拜合作哈。超明白。哎呦，那你被他选到了。真的哈。所以我现在我是猫咪，你要养我吗？可以。今天大家都来求包养，你要开始喂食了，是不是？请喂食。两位来，等一下讨论一下。看得充满狗。好嘛哈，来，那你就在皮胎它。航道嘅水路，心情係一種自由。搭車橋，強拍到嘅水河，忽然間會感覺，嘅水路，如何係在你的愛？你跳啦，光跳心流，忽然間會感覺，係 freedom。A dream, a melody, a desire,
老，係係，係乜嘅老，係乜嘅老，係乜嘅老，係係。頭睇行道嘅水路，心情係一種自由。當草橋輕輕踏到嘅時候，忽然間會感覺，係係乜嘅路？係乜嘅路？係乜嘅路？係係。係乜嘅路？係乜嘅路？係乜嘅路？係係。開嘅。一條開啊！一條果苗的嘛。開。去到腔嘅容係開。哦，真的啊。嗯。哦。我老黑呢，聽起來好像在打招呼嘅。哦，對，開嗰種感覺。哦，開呢個強嘅樣啊，都開啊。開。哦，跟那邊開。閃情。哦，閃度開。閃度開。閃度開啲啦。跟樣上咗下一條歌嘅。嗯。呢條歌係有故事嘅，係喺度從外景嘅世界，去行那個水路，曾經係去行水路，還有頭睇啊，我被日頭凍啦，咁我踏到嘅水巷就感覺凍涼，心情凍涼啊！忽然間呢又了解，因為那個地方很暗，看唔到，就是在水軍裡面啊，忽然覺得啊，那個腳骨開，係乜嘅東西，降到。就請那個攝影師，就請那個攝影師把那個燈往水裡面照，就以他就看到，其實係葉子，就是葉子，哎，掉到水落，然後水裡面，然後飄過來，啊，就用音樂就感覺，哎，那個雖然那個腳骨感覺開，那個未老愛心中想會講嘅事情，那個 desire， 你想會做嘅事情，你嘅想法。就是我覺得那是一種內在的，然後把它引申。好厲害！創作人就是有很多浪漫想象。真的，一個葉子飄過去，他就可以寫一首歌。這也太厲害了！正經哦。你為什麼會想要跟老師合唱這首歌？我因為這首歌，我剛開始在比賽的時候啊，就有聽，在大量的聽客家歌，對，然後就突然放到這首歌，哦，很輕快，然後我就馬上放像手邊的事情，就癢了，就轉型了彈歌，對，轉型了彈歌，然後就覺得哦。可以把這種感覺、這種抽象的感覺具體化，寫成一首歌，哦，我覺得很棒。這種 dream 跟 freedom，對，就很喜歡這種感覺。是，哎，你看剛剛唱的也還不錯，還不錯，真的很有味道呢。對，比你平常比賽的，真的，哎，世輝老師，哦，聽的感覺怎麼樣？所以假期哈，經過頭班的比賽下來。加個聲線啊，保持得給他應該要的那種聲線，清純的聲線之外，我講還是要給他特別的地方，他已經開始會懂得用歌曲來講法。之後這個是一個難得的學習，因為亞件事情，大部分唱歌嘅人講，我好唱歌，唔講唔見唔地講感情，歌嘅感情喺自家心度要先發出來之後，唱歌嘅聲線才會冇共用。其實沒有經過很多的專業訓練，那聲音是呈現的樣子一定冇共用啊！之後嘉琪在這上頭，他沒有經過很多專業訓練，可是很特別的是，佢捉到唱歌的精髓。佢邊有讀到佩書老師哈，我知道這是一個很好的結合。之後嘉琪咪
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因为佩书老师身经百战，唔要啲夹嘅上线去学习到当到help boy 了，可能做得做嘛个编发的部分啊，知道安尼用佩书老师写耶稣歌诶，而且搞要够卡多诶应该学习章草，哈，应该这都懂哈，我觉得佩书老师带得好，真的，对呀，佩书老师厉害，佳琪唱歌有一种纯度。是有一种 pure， 是，但他今天真的就是表现的比以往都好。我知道要唱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幸福来得好突然，真的有幸福感，是不是？对，真的。以后要不要跟我合唱？哇，你那么，他当然可以啊，给你准备让你好，龙眼说对啦。哇，那佳琪真的那么容易就满足了？那你如果跟我合唱，你会觉得很幸福吗？不知道，要唱了才知道啊。对，某雄哥啦，太爷，你是大神。好，跟一个老人家唱歌有什么好幸福？你还提理他。就像如果我跟秋霞老师唱歌，我也会觉得很幸福。当然了，然后贵宝欣赏。对啊，那是我妈妈的偶像的，开玩笑，妹对吗？莫乱讲法。佩书老师今天难得也来我们节目，对不对？加这条挥完以后应该挥完之后要做什么？挥退以后有没有什么歌可以再贡献一下？第二一条歌曲係按到漸漸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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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乜個意思？寫餐法，客家嘅餐法，殘花哦，客家殘花哦，殘花，哦哟，The blessing from the fingertip。好，翻译一下。呀 ，That's right. This song very good. Yeah. 呼
传统的还是流行的？我吃传统奶水长大。吃传统奶水，然后不说从传统的国是李秋霞老师的奶水长大。我杭州啊，欣赏的国诶。好了，欢迎 High V 限速。欢迎 High V 限速。好来。马上来碰司机。好，今天节好，大家好。高蹦来了。思君真的是，每一次啊，几乎每一个特别企划，他都会在的。懂演哦。对啊。冲到又好。真的。表现又好，没用就用马上。对。哦，没有，然后呢，它很好用。对啊，跟林冠廷一样。对，他不止可以在节目上表演歌曲之外，展现他的歌艺之外，杭州的哪一片用？他还有可以帮制作单位搬东西啊。这太好用了。对，铺路啦，打杂什么都可以，都可以。真的太好用了。我们就是要一份心。做2个工啊，是，这样才划算。多远一点，可以啊，可以啊，喷数啊，搞朋友啦，开起来都好朋友，系啊，早一点下工，早一点下工来选择一位来。纯亮 V 嘞，你要选择嘛啥？哦，我搞一狼人杀，狼人杀，根本也我来杀狼人，杀狼人，那不是狗吗？狼人好啊，我以为他是哈士奇，他是狼人有没有？看起来不友善，有吗？还有，哦哟。给他毛熊会出来嘞！哎呀，来欢迎欢迎不友善的狼人，来都开启搞做那个裙摆以后给它做短一点，鱼线米两片，这里有这里，嘿，给他面具。请问这位月，这只狗士奇，这位士奇，哈士奇，三傻，你是唱传统的还是流行的？我吃传统奶水长大。吃传统奶水，然后不是说冲传统的狗是李秋霞老师的奶水长大。杭州啊，欣赏的狗诶。那迄唱过去传统的歌曲复习以后，将来慢慢从流行歌曲。就传统歌曲孕育了他，他长大以后，然后才回是慢慢的冲流行诶。有一个演变去抽嘞。你还个创作出来的歌曲有伫安尼节目当中跟当中传唱过吗？技术的听啊，技术的听哦。好了，来，把这个头罩拿起来。有 selfie 进场，海马老师。早给2点钟，我有人叫起，变软脚蛙了那个。委屈了。对，会不会喊一张？喊一张拍子他好像有睡着的感觉。有不是闪拍子，开玩笑，他已经是成仙成神呢。有保庇开起嘎呢，不用呼吸也没关系。等下走你旁前提讲哈，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节目有吗哈？只能靠他来收拾结尾了。意思说他可以镇住大家就对了。他说一定要给，这样有办法处理啊。这很爱sen爽。奇怪，制作单位应该是要给你戴蛤蟆的头啊，怎么会给你戴哈士奇？因为他们买不到蛤蟆。因为蛤蟆头人家最近就因为缺，那个节目都被老师的粉丝买断，太热门。还有蛤蟆粉丝后援会。T 拜第一舞台当中的跟我合唱对吗？你看我的荣幸。哎呦，因为没跟我讲给蛮了，因为他是我们上一届的年度总冠军。通常原来 Anil 老师啊这个要继续未来的日子神翻就要靠年轻人能跟冠军合唱。那我们才冠军合唱，我们才不是世军，他叫世军，然后跟冠军合唱，我们的跟势均力敌的冠军合唱，哎呦，对，是，因为那国歌才有比较多的机会的传唱，对，那对你来讲，今天如果跟他合唱，会不会有压力？基本上我的压力比较大，对，你还压力比较大，给比所以说比高啊嘛，是吧？那老师你嘛大概做个
做评审说，哎，你哪句唱不好？你哪句？我跟你讲，那个表情动作都不对，还那个 key 还有点跑音，你那个后缩音，你那个前放音，哎，对呀，外放音某州，对，是给你按用音没？但是放心，尤老师他是耳鼻喉科老师，所以他这个喉咙状况他可以一清二楚。对，他今天我们就看两位的表现。阿比他太了，好，来研究一下，看要唱马狗。好 ，OK， 来，赶快啦。anggo kido yu假使em無緣分，用為相知相愛相思，嘅愛就像風中嘅花蕊，短暫又美麗，掉落隨風去。感謝緣嘅緣分前，注定難相守一生。感謝沿路吞了線，願多情人空遺憾。假使有來生，不讓你變心，只怕來生難再相遇。茫茫人海裡，愛的情多意，用愛參與書中留下你。假使有輪迴，不讓你變心，千山萬水也會傾倒。我在你書中嘅意，用愛參與來生相依。能夠幾多風雨，假使緣無緣分，用為相知相愛相思。緣嘅愛就像風中嘅花蕊，短暫又美麗，掉落隨風去。緣嘅緣分前，注定難相守一生。感謝沿路吞了線，願多情人空遺憾。假使有來生，不讓你變心，只怕來生難再相遇。茫茫人海裡，愛比情多意，用愛參與書中留下你。假使有輪迴，不讓你變心，千山萬水也會傾倒你。放在你書中嘅意，用愛參與來生相依。假使有來生，不讓你變心，只怕來生難再相遇。茫茫人海裡，愛比情多意，用愛參與書中留下你。假使有輪迴，不讓你變心，千山萬水也會傾倒你。把參與書中嘅意，用愛參與來
生相依。为什么唱完这样这个面对观众？同时给咱听众啊！你看嘛，啊，爱意袂掉就一行，要当选手真的很变，真的哈。哎对，因为 Annual Live 演唱哎，就不能停，对，不能停。我刚才排的跟刚刚唱的都不一样，可以吗？因为 Annual 排的时间，人家大会下来某 Q 哦，而且有时候就是我们在唱的时候那个表情哈，这相对的表情不一样，看得出来你真的是用生命在唱歌，对啊，哦，真的哈，哎，东东老师对不对？哦，那个生命真的是哦。那东东是我的老师，对对对，你20年前可以给中国都聊，你不要误会，他并没有年纪比我大，是说他出道的比较早。不要解释，老师我们看得出来。我们那个学习的比较晚。哎呀，国外好像有变奏的，变奏吗？对，变奏 rock。因为以前呢，我就是做的很 Monday， 对，然后礼拜就讲，哎，他有节奏感，一起唱，因为我跟世俊也是第一次合唱，哎，对。哦，那重新换上一个衣服，穿上一件，哎，不一样嘞，有他后点没有？哎呀，完全就哎颠覆掉大家对这首歌的感觉。他又搭和音，哎呦，对，哦，和音刚刚是谁唱的？他唱的，对，施云聪。哎，你好厉害，花了1个礼拜时间这么练呢。哎，真的，真的，对，因为我们原 key 有没有？我们在这个声发也差不多，但因为世军 key 他狗，对，他狗，我们在早上对的时候是差不多声发而已，他临时讲，哎，我们升半音，升半音，是在考老师。来过收耳机在搞，对不对？到收最高音在收，然后很累，但是他还要和声哦。哎呦，哎对，所以马路刚好记得你要一起合唱的时候有没有？一定要导去年、前年、大前年的年度总冠军，这样你就红得比较快。唱一下就出来。哎，对，以后哈，这个掌中艺会在我们节目里面哈，点歌给喊他抖，对，也可以改用上，已经够多了。我已经这首歌已经听到很烦了。真的，哎，有感笑吗？但是今天重新这样子arrange编曲过后，不一样的风味，是。以后的中国的比赛的朋友都得改编，哎对，然后再发冯世军来唱，可以再发冯世军，真的在他真的那可以多那么多样的多元啊，多元呢，超快有个变路机。去搞冲色啊，去搞灯的变色啊！因为双白可以站在高岗上，差不多变一班，这边又变另外一班。那你今天跟老师唱有没有感觉？啊，你同 Silky 老师冲过啊，真的就是要，因为老师是自己本身的声音，就是他的胸声带得很重。我的矮嗓歌本身就是头腔音较陡，所以来冲中低音时节我较冇中低音，所以儿童老师还有儿童老师。搭配发，我必须要调一下我的共鸣，所以唱法就会跟我以前不太一样。对，那可以调，知道哎，可以这得调。哎呦，好厉害哦！是从面，就要带下面的胸声下来。哦，有后门呢，这专业的。因为小康老师通常来变成 slow rock， 所以他在那个流动性里面又要跟老师的节奏性去带，这样有一个重拍这样子。这个版本欢迎大家来挑战。这个版本我跟你讲，东东老师听了也很爽。对啊，会不会？Rock，对，康海的躺的时间，只有黑。用这个失恋俱乐部而已嘛，用我的口都口不过，按那国外其实就要那种撒狗血了。因为亚述国外其实赵琦老师下来亚述国外呢，全台湾现在假比赛，但是糖的多，一国信箱都评审都喊糖豆量什么多。国信箱，国信箱跟台湾国信箱，没有客家人咩？客家人懂懂，对对对。我叫伊满记都记啊，假国嘛吹天记啊，都天命都创假国诶。佢掌中艺系两位数啦，吼。无言话，叫两数国诶。其实两数国诶都对你客家嘅这种比赛的场合，国外算是比较高难度。不是。感情的等于一个，我有加这个去加个情境，还有唱歌，啥时间都拉长，音乐要准。
确实迄栋难度较高一些。我基本两位全部冲到懂后，真的很好。就谢谢。你冲量闪冲失恋俱乐部的项目。你觉得他刚刚的用生命的那种感觉有没有比你还强？他那个也给唔单枪生命了，用最后那一口气了。最后一口气，主要来干光，最后一口气，唱完断气也没关系的，没什么用透气来代替的。蛙式呼吸，走，我简单啦，超懂听，谢谢，哇，厉害的，哎，这时候真的两位表现的好棒，好棒，太感谢，希望这种编曲的方式以后在我们节目可以常出现，对，好不好？对，哦，只要有做过小康都可以。对，好了，谢谢两位，谢谢，安子，什么事情还有身体欣赏。哎呦，来，剩我们三太子而已了。哎呦，三太子啊，到底谁会选他呢？来，黄洋 HiV 线索，黄洋，哎呀，情歌小王子。谢。哦，凯瑞上一次我有个特别企划，然后他来唱了一首歌，对，哇，那首歌也是让大家非常惊艳，对啊，完全颠覆他以前的那个唱法，唱腔真的改变很大，挑战自己，对，哇，那一直在多学习，对，真的，今天要挑战三太子了啊，对，你也没得选，也这是剩他了，对，好不好？丑了给骗有吗？来，我们请众神围绕，众神围绕，跳进来吧！好来，哎呦，这个感觉有些舒适的感觉。太大好，哎，你好，参蒙太祖牙，下一期的号码几号？你要用钱老奶奶。哦，向前买，当然啊，冇，我想要錢，我唔得先播出來啊！我中獎以後，我將來保本啊！我想看有幾多，我讓播幾多咋？哦，那個現實咧，看錢嘅多少啦？唔係為民服務，啊？靠愛父母嘛該。哦。因為身體唔好就唔是錢。哦，身體唔好，身體唔好唔是錢，有羅哥做的。哎呀，V 都帶滿人呢。請揭曉一下。太子牙，好來，請揭曉。哦，英英先生，唱票錯到面呢。你有冇頭暈啊？跳那輕輕的。調了公司嘅係啊，真係睇唔出嚟，都帶滿人。係啊，觀眾朋友咩想唔到嘅？係啊，我就講我講。我講海流會變彈出來。我們變身變得很成功。我們變身啊，也聽不出來啊。我講海流當場吞嚟個記者聽。記者嘅先生不講海流嘅嗬。係啊，就袁先生、秘書先生啊。秘書先生還有乜嘢？魏先生啊，魏生先生哦，但是魏先生先生身材冇難好啊，係啊。我要傾起來咧，保點嚟啊，係啊，還是很有實力。哎呦，今天跟凱瑞呢，哎呀，老凱第一次合作，對，第一次合作，但是問題是凱瑞唱流行歌曲，你是唱傳統的呢？不過我要去彈幾場，比賽嘅歌曲啊，嗰個要唱到好老歌啊，我知道佢係相當好，所以我想佢做啲安家就從好老歌就從客家歌，還就唱到暗紅，我相信三個運動就係，要佢會做得當好彈。唱歌就一用同，用同。今年唔係唱好老歌，咩？唱山歌，山歌，山歌。幾唱山歌，真的干一下，你可以跨組了，跨組了。哇，他可能考一下，唐一下，可以去唱山歌咧。桃花開來，中花那裡紅，阿哥來相會，身上兩山紅。你想來曖昧，豔陽哪裡在？你想來曖昧，相啊哪裡藏？每站每三相曖昧，救命哪裡風啊的喲？
把那里望，明明该落梅又加两三风，落梅的杨树冻得艳阳真，落梅的眼神冻得上啊葱。梅怎梅，苗人高手中名那里风啊得哟。原来唱那条歌好发挥呀！唱那条歌真没有什么惊奇感。很多腿是来讲，咩亲有挑战呢？对佢来讲有，系啊，因为你系歌词动到种版本，所以佢爱学冇按键。哦，歌词就冇真的哈，是，所以这首歌你以前有演唱过吗？没有，完全没有。是了，是为了这个节目这样的第一次。哦，那也是。会不会很困难？你知道？刚开始会啦，跟流行歌比起来，会，但是它还是有一点河洛歌的感觉。对对对，河洛歌有咩青岛嘅传统嘅歌谣嗰种。这种小调的歌其实河洛歌有很多嘛，对啊，所以对你来讲挑战性可能没有那么大。对对啊，歌词铺覆三大调就可怕了。三大调，你有吗？你有学到三大调？没有，还没有学到那里。好，你等下来唱一下。那老师你来教他一下。对啊。教现在吗？对呀，不然等过年吗？对呀，所以搞一用第一就好了。你觉得他刚刚唱的表现如何了？动好哈，样板好。动强颂，韩国从起来个已经动好，韩国基材咧，你咧拍脸那些给入。他有很在意他的表现，所以他会就是一直问说这样子唱，这样子唱，用板然后从么又该感动么？所以他平常不太在意。不会，你因为还有我觉得他。该当时讲的合作唱歌的时节啦，我去到我讲两一堂入嘛，我去到佢当入我长出来唱歌嘅嗰種認真嘅態度，就係從本來我唱嘅時節啦，係講我啲安排節目安排嚟我會表演安排我撈瑪莎唱歌嘅時節，比如講安排我撈羅歌對唱，我就會。請幾個公眾人員讓來問，好，羅哥你會穿什麼衣服？你會穿什麼鞋子？那我要去搭配它。那結果那個凱瑞他就請工作人員問我要穿什麼衣服，他要跟我搭配，這樣我才知道原來我變老了。老師，欣賞你那初中啦，初中屯恐嚇表演，對，那個態度讓我想到厚厚的搭配啊，表演它整體，它是一個整體。你像剛剛那個游少奇老師跟洪世娟，對不對？就貌合神離，他們也是剛好穿的衣服，只是顏色不一樣，而且還格子裝的，對不對？對，所以呼吸同步。真的，哎呀，唱歌有兩種感覺。所以剛剛講到三大調，老師你來教他一下。對呀，搞一兩句也唱最簡單的，好不好？那個老山歌，老山歌最簡單的，好。有限時間衝山歌。有限時間衝山歌。有限時間。有限時間。
有寒时节，冲山沟呢？冲山沟呢？好，他只有眉毛到位。好，我们还是搭配衣服比较简单。对，还真的要。要先从手挑开始哈，跟散太挑慢慢的来。真的不容易，不要说你，连我们。哎，你用啥？我们两个都没办法。罗哥会啊，你不是每次都唱那一句？对啊，这句我也会啊。有寒时节，有寒时节，冲山过南。哎呦！好改一句，好改一句。改一句要冲乜嘅東西啊？唔係大排都唱嘅，香嘅出路下做啊，其實係不落。嘅三個字，三個字啊，三個字，關於他的表現。來，衝突嚟兩位就是哈。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嘛，好不好？希望多多很棒的，对，还有机会。那你回去把那个三大调练一练，练习好，下次可以跟老师一起合作，一起对唱。我参加比赛没做的啦，老师声音很强。好了，谢谢两位安之 C， 谢谢来合作休息。哎呦，今日特别给吧吼，哎，真的太棒了，后堂又后高，唱到按多会唱歌的安尼的参赛朋友，哎，还有你个欣赏，还有这些老师们，欣赏，还存活在这里，不，因为没有面罩拿下来，面罩戴着真的很不舒服啊，哎，面罩拿下来补个妆就可以了。老师们辛苦了哈，牺牲那么大，哎呀，谢谢你们哈，哎呢哦。今日安尼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哈，好唱歌的朋友夹夹的。打电话来，人96667人6人，传真电话人227778132，等台姐给打电话来。啊，嘿，希望大家哈，唔记得当日大礼拜准时收看《老年大擂台》啊，哎呀，好，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因为呢，我们多谢老师们，谢谢你们。什么起立，立会请上，开门见喽。是孟小康老师，还有乐翠欣赏，谢谢老师们，谢谢，小康老师站得好帅，还有是，他这个不会，那个也不会，这个不会，那我们两个不会而已，两个不会，他其他都会，其他都会了哦。天朝董正演辛苦嘞。好，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来，对不对？再见。